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拄则咱新闻讲到日本一寡所在就大细交通乱糟糟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乱，这日乱就是无规矩。就听讲这块位啊暗时真乱，另外乱嘛当讲是用吵闹的方式来达到目的。像讲这个囡仔真够乱，读乱这是文音，白音读作烂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乱情啊，某人讲是闹情啊，某人讲是亲情啊。第二个词乱糟糟，会当讲是一个所在真乱，嘛会当形容心肝真乱，意思要话如苍苍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，比如讲，伊的爱人啊，双脚踏双船，害伊心肝乱纷纷，规暗失眠，心肝头乱糟糟，才拄拄困落眠尔，乱情啊就随咧亮，实在是心烦意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乱，这是文音，另外白音读作烂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